找到人生使命，設計你真正想要嘅人生藍圖喎。好多人咧嘅人生使命咧，可能每個人都唔同，每個人都階段都唔同嘅。OK， 咁我哋講緊咧人生使命都分幾個階段嘅喎。OK， 第一個階段咧就係一出世嘅時候啦，嗰個時一個年月日。佢影響緊你嗰個嘅坐向，你嘅生命。咁喺呢個位置裏邊咧，都可以睇到自己人生使命係啲乜嘢嘅。咁呢啲位置咧，你可以去 check 紫微斗數啊，或者係八字啊，或者係呢個星座啊，或者係呢個數字學啊咁樣。咁啊，最近我哋有啲同修咧，就喺呢啲嘅導師啦，呢方面嘅導師啦 ，OK 呢方面嘅老師啦。咁佢哋 check 呢啲嘅部分嘅時候咧，起碼知道自己今生嘅使命係啲咩先，係咪容易 check 啊？周圍都 check，你網上都可以 check，呢個叫人生使命。咁喺個人生使命嘅之前咧，可能你會挑戰自己一啲嘅藍圖啦。咁有啲人咧，可能佢要經歷一啲唔係人生使命嘅嘢，佢先會好珍惜佢嘅人生使命，甚至乎好感恩佢嘅人生使命係啲乜嘢。咁就兩極嘅，要經歷完之後咧，先睇到哇，佢就好珍惜、好珍貴，同埋會發揮佢啦。OK， 咁所以咧，可能喺你哋啲數字學裏邊，或者係紫微斗數，或者一啲嘅占星圖裏邊咧，係會睇到嘅。咁你就會發揮你嘅人生使命啦。OK， 咁喺嗰個當下咧，你設計你嘅藍圖咧，你就會覺得感受到呢一個嘅同自己會慢慢幾合啦、和合嘅狀態啦。OK， 自己嘅身體力行啊，自己嘅骨架啊，自己嗰個嘅精神力都係想咁嘅，因為呢一個嘅身體就出生喺嗰個年月日裏邊啦，係咪？咁就會有呢個動力啦。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人生使命嘅狀態。咁同時間咧，你就開始設計喺呢個 talent 裏邊，喺呢一個能力裏邊，喺呢個能量裏邊，你能夠設計啲咩藍圖俾自己，就能夠可以輕鬆幾和咧，一齊去身心靈一齊去創造咧。OK， 咁呢個能力就 powerful 啦，就唔係身體去創造啦，你個心都同你創造，心嘅係5000倍喎，係嘛？5000倍嘅能量一齊同你去創造，跟住之後靈魂咧就係10000倍嘅能量，咁即係話咧，你嘅身心靈魂一齊去創造嘅時候，嗰個效果係點啊？更加顯著啦，更加彰顯啦，更加有呢一個嘅吸引力同顯化力咯。OK， 得唔得？OK， 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人生藍圖。你嘅身體係非常之有動力去做嘅。首先 ，OK， 首先你嘅身體非常之有動力去做先嚇，忘我孜孜不倦去做嘅時候，咁啊其實都滋養翻自己啦。所以揾你嘅人生藍圖係人生使命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喺你嘅身體裏邊更加孜孜不倦咁去創造，唔會攰啊，得唔得？好，跟住之後咧，再落啲咧就係你嘅心靈藍圖。心靈咧係隨你嘅後天嘅修練係會增加嘅喎，即係你嘅有咗你人生使命藍圖啦，跟住揾你嘅心靈藍圖，所以心靈嘅藍圖咧係會變嘅，即係話咧，當你嘅心靈咧越嚟越呢一個嘅開心、喜悅、平靜、和諧，同宇宙一體嘅時候咧，你個能量就大啦。我有講緊你嗰個嘅心靈能量係5000倍嘛，係咪？咁你點樣去加大你嗰5000倍咧？咁就係你嘅身體知道你一生裏邊知道你嚟呢度做咩啦。跟住之後咧，你打開你嘅心，用你嘅心去運行佢出嚟。OK， 咁個顯化力就多5000倍。好啦，再好好咧，再找你更加深度嘅就係你嘅靈魂藍圖。你嘅靈魂藍圖咧就會激活埋你嘅靈魂，咁啊一齊去 align 翻你嘅使命係啲乜嘢。跟住之後咧，去增加你個顯化力就10000倍。咁你計下啦 ，OK， 你身體又願意做啦，你個心係5000倍啦，你個靈魂係10000倍啦，咁係咪15000倍啊？唔止啊 ，OK， 因為你會更大嘅宇宙同你一齊去創造啊嘛，所以唔係等同於15000倍，係等同於宇宙同你一齊創造無限倍，得唔得？好正啊！所以咧5000加10000咧，唔係等同於15000倍，係無限倍，因為你同宇宙拉咗宇宙一齊去創造。咁跟住當你設計你嘅人生藍圖嘅時候咧 ，OK， 你就會更加咧容易顯化啦。好啦，咁跟住之後你嘅奧妙就會話啦，咁點樣揾我嘅人生藍圖啊 ？OK， 咁同埋點樣可以讓我嘅心靈又一齊協同，跟住之後靈魂一齊作造一個協同嘅效應，同時間會感召宇宙一齊行啊咁樣 ，OK， 咁呢個咧就要去睇你嘅脈輪啦，睇你嘅脈輪，究竟你調你嘅脈輪嘅時候，你今生係嚟度做咩？可以去問你啲脈輪嘅，甚至乎咧再高啲嘅時候咧問埋你嘅神我，你嘅元神 ，OK， 咁嘅時候咧就會更加 align 啦，佢哋會 align 到嘅，因為咧一個洋葱咁樣咯。啱開始嗰個咧就可能會巢皮啦，係咪？你再搣下嘅時候好純白。純白嘅狀態咧，就會同佢個靈魂咧更加容易 match，同佢嘅光環啊，嗰個洋葱嘅光環會更加容易 match 嘅話咧，咁就會更加發光啦。OK， 就好似個鏡咁樣，
反射啲光出去，反射啲光出去咁樣。咁呢個狀態底下咧，個人生藍圖咧就可以一次過咧，如果你識得問嘅話咧，就係問你嘅軀體啦，跟住之後問你嘅心靈啦，跟住再問你嘅靈魂啦咁樣。咁你就3個咧就慢慢同自己 align。咁就會好正啦 ，OK？ 咁啊點樣可以做到呢？有興趣嘅歡迎 subscribe、click and like， 同時間開埋個鐘仔，跟住之後咧分享埋喺個 feedback 度。我想知道我點樣知道我嘅人生藍圖，仲要係3位一體喎，身體、我嘅心靈同埋我嘅靈魂。有興趣想知嘅話，就歡迎分享喺你嘅 feedback 度。我想知道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歡迎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同時間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新出嘅影片啦。下次見。